为加强文化旅游宣传，加大招商合作，推进全域旅游，雷山县民族文化日前走出国门，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。广场上，苗族姑娘小伙儿身着民族盛装，跳起芦笙舞，与广场塔楼广告屏上播放的雷山文化宣传片“千户苗寨，悠然雷山”形成一道美丽风景线，吸引了不少纽约市民驻足拍照合影。他们的头饰太赞了，独一无二，太漂亮了。非常感谢你们来到纽约，要不然我都没机会看到这幕表演。此次美国之行，雷山县还将带去苗族锦鸡舞、铜鼓舞等民族文化表演，以及当地的文化旅游招商引资项目。我们苗族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。它的服饰、银饰、建筑、歌舞等等，承载着它的古老的历史文化。希望通过这个平台，能把我们苗族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界人民。也希望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做客。黔东南台报道。